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打嚟到將軍澳嘅和明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係433尺，屋主求嗰成係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簡約嘅路線，我哋希望有一種簡約同埋溫馨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租咗係本公司嘅居屋全拆套餐加適合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。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鋁窗更換、全屋嘅房門、廁所嘅巴士門同埋廚房嘅巴士門，仲有包括大門等等，合共係318800蚊，連工包郵費，外住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嘅。廚房門選用咗白色嘅巴士門，而廚房入邊整體風格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我哋設計咗一組卡其色嘅一字型櫥櫃，而頂部選用咗灰藍色嘅一櫥櫃，最後配搭中間嘅石英石面。廁所門選用咗灰色嘅巴士門，而今次廁所同樣都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風格。而淋浴空間方面呢，選用咗黑色嘅玻璃浴屏。廁所嘅櫃身呢，我哋上面選用咗單面嘅鏡櫃，而下面選用咗趟門嘅浴室櫃。然之後我哋嚟到房間嘅位置，房門呢，我哋選用咗白色嘅掩門嘅，而房間入邊空間可以放到一張4尺嘅地台床、大衣櫃同埋一張書台嘅。而房間呢個位置我哋做咗一個磨砂嘅窗俾佢嘅。第二間房間入邊嘅空間都可以放到一張4尺床、一個大衣櫃同埋書台。最後大門嘅位置呢，我哋選用咗深卡其色嘅顏色嘅。而今次整體呢間屋嘅風格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主要運用咗淺啡木紋嘅地磚。